一個會因為覺得冇咩值得開心而唔上台借票嘅當選立法會議員，一個會在公開論壇埋怨就算我哋而家想去搏嘢都揾唔到房去搏嘅後任立法會議員。期望佢會識得一般人所諗嘅尊重，本身就係你要求太高啦。如果你仲期望立法會就職宣誓呢種傳統認為係莊嚴而神聖嘅儀式，佢會突然識尊重，就太睇得起佢啦。結果點呢？兩個同陣線嘅議員都將 China 讀咗做 Gina， 而且都話係鄉音口音問題，好明顯佢哋同一個鄉下啦。但點解男議員冇鄉音將 Republic 讀做 Re， 但係個女議員會有咁嘅口音呢？當然啦，個男議員真係有本事將呢個動作付諸實行，一定唔講得啦。但係個女議員冇本事做呢個動作，咪由個女議員開口。再話係鄉音口音呢啲自己認為講得通嘅小學雞狡辯水平，其實只係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嘅弱能表現咯。真係好掛住黃毓民字字鏗鏘、擲地有聲、敢講敢認，令其他人口啞啞嘅高水平表現啊！